欢迎联络赵中庸先生。按手机正下方圆圈 OK Google 请搜寻下营上帝庙入关表。我可以帮你做好多眼，例如，还报天气耶，要怎样连到蓝牙，怎样连到蓝牙，或者天气如何。帮忙开启程式，那最厉害了。看有没有办法？OK Google 请帮忙搜寻下营上帝庙入关表。绕境活动加上去会更清楚。下营上帝庙入关表啊，还要往下找啊。这个然后你看这里有写绕境活动啊，绕境活动，然后就会有那个路线嘛，那个就是入关表。还有镇头的明细有报纸报道说，是因为一到连续假日，参与者很多啊，北部啊、中部啊、新北地区的分出去的庙那个有回来参与的哇，阵头很多呢。你看这个就是绕境活动庙会的广告文宣。之前礼拜四晚上就有歌唱大会了，礼拜五下午还有演布袋戏的，晚上摸彩活动了，还有歌仔戏的。礼拜六、礼拜天就是国历4月6号，就是清明节的隔天了礼拜六绕境活动，然后礼拜天也有绕境活动第一天先外圈，有到大屯了，有到大皮寮了。据说不是说还要到中营吗？到底先看看。午餐在哪里？要找一下。午餐休息找到了，地点大概在什么？东兴一街自由街大河街，那就是在邮局北边庙恩素食馆的北边那一条自由街午餐就在那边那从那个我下营北边外环道路那边进来，很快就找到了。下午还会在那一带那边活动，下午还会到那个慈惠街那边的中华街那你看，享活堂就在慈惠堂的东边了。然后第二天会到慈惠堂，参香了。第二天会到慈惠堂参香。第二天休息，在中山路一段了，江林信龙泰堂附近了。往南投港地投港方向了宅内角红杏一心堂。你看下午吧，下午有慈惠堂东边就是爱享活堂了。你看队伍顺序的内容就很丰富阵头啦很多呢。就按手机正下方那个圆圈圈那里，长按个3秒5秒，它就跑出那个圆圈圈，要 OK Google 语音助理的，大概4G 的手机大概都可以用了都可以做得到。然后就说 OK Google 请帮忙搜寻下营上帝庙入关表。如果有绕境活动会更清楚。下营上帝庙入关表就出现那个搜寻出来的网页资料，就要找到有绕境活动的介绍的那个才进去才是优秀再按一次手机正下方圆圈圈的你看 OK Google 谢谢你的帮忙，还会有问必答。
谢谢。哦，还会说，你看还会对话嘞，优秀优秀。